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地道香港。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嘅呢，新光戲院喺黃埔重新起步，佢就話要幫電影業走出寒冬。咁我哋就討論下電影業究竟面對緊啲乜嘢，又點樣走出呢個寒冬呢？咁開始之前呢，就邀請大家幫手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，同埋分享埋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咁我哋呢，就可以多啲人一齊呢去討論社會上面嘅時事啦。咁喺上個月3號咧，位於北角嘅新光戲院咧，就因為得唔到新業主嘅續約咧，咁就喺李居明先生帶領咗13年嘅情況底下咧，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啦。咁呢個月咧，李居明先生咧就已經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重新打造一個劇院啊，令到粵劇愛好者可以多個地方欣賞粵劇之外咧，亦都計劃協助香港電影業度過呢個冰河時期。嗰度呢，就係黃埔嘅嘉禾戲院前身佢而家嘅新名呢，就叫做新光黃埔。不過因為場地所限啦，新光黃埔呢係唔能夠做到大型嘅粵劇表演嘅，佢只可以播放到折子戲或者粵劇電影。不過對於戲迷嚟講呢，李居明先生就拍心口就話啦，而家製作嘅粵劇電影呢，係絕對可以睇到大老倌嘅神情動作功架。咁呢啲呢，亦都係粵劇值得欣賞嘅地方。咁呢個放映室除咗播放粵劇之外呢，佢仲會幫助香港電影呢就出翻分力嘅，主力呢就協助業界裏邊嘅年輕導演啦，等佢哋可以喺新光黃埔舉行自己嘅電影首映。仲強調講心唔講金，仲會幫手去宣傳。佢會成立一個廣告宣傳基金，每年100萬。等呢啲新進嘅導演呢，可以喺唔同嘅媒體嗰度落廣告，令到多啲人認識呢啲新一代嘅導演。等佢哋有機會去發揮啦，再同電影界嘅前輩呢有機會去合作，咁闖翻條新嘅血路出嚟呢，希望幫香港嘅電影業復甦咁話。咁喺呢方面呢，真係要好多謝李居明先生啦，佢真係俾咗個舞台俾班新進嘅電影從業員，將佢哋嘅心血結晶放上大銀幕嘅機會。但係上大銀幕呢，呢個已經係最後嘅一步啦。最艱難嘅呢，相信係除咗創作之外呢，就係起動即係起動嘅資金。咁啱呢排呢，就有部電影上畫啦，睇完佢嘅起動背景呢，我都想去睇下呢部電影喎。因為呢，佢係得到好多觀眾嘅支持呢，佢先至可以起動得到嘅。因為佢係用一個眾籌方式嚟籌集到佢嘅起動資金，當中呢，佢唔係同啲投資者去 sell 個劇本，而係同一班普羅大眾咧去推介佢呢個劇本，得到好多人嘅認同，集腋成裘，成功開鏡。導演呢，訪問當中呢，就喺眾籌嗰度呢，就籌到250萬資金嘅，但係原來都仲未夠，仲要揾人去投資。一套電影未上畫呢，就要先投資幾百萬，都唔好話唔係一個小數目。而最重要呢，就係上畫之後能唔能夠做到回本真係唔好講賺唔賺錢啦。自從開關之後呢，電影業面臨嘅呢就係北上消費啦，同埋觀眾習慣咗喺疫情期間上啲串流平台睇電影、睇視頻嘅習慣。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呢，就係國內電影嘅戲票嘅價錢係香港嘅1/3，同埋呢有一啲喺國內上映嘅電影呢係香港冇得睇嘅。唔好講題材新唔新鮮可觀性高唔高先。一張戲飛20至40蚊，可以俾你90至到120分鐘嘅娛樂。就算部電影拍得唔係咁好觀眾呢個損失都唔會話太大更何況呢，近呢幾年國內電影嘅出品呢，的確係比香港嘅仲要好嘅。但係如果換轉喺香港100幾蚊嘅戲飛呢，但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啲警匪片搞笑片咁樣，都仲要係嗰班演員觀眾真係要考慮一下，入唔入場搏一搏就以今年賀歲片為例啦，無論題材或者演員都係新瓶舊酒，真係睇戲名都唔想入場啦。不如等佢上咗串流平台之後，我再去上網睇仲好過。同樣嘅道理，電影業嘅投資者見到而家香港嘅電影市道差，投資一部電影都要300-400萬起標啦。到最後呢部電影能唔能夠賣咗呢？相信都好難投到信任嘅一票嘅。如果有個有信心嘅導演，再加上受觀眾歡迎嘅演員，相信投資者呢係會有信心好多嘅。不過往往呢啲成熟團隊去拍攝呢，佢嘅投資就唔止300-400萬啦。再投資多300-400萬嘅時候，
投資者會唔會又夠膽搏一搏呢？咁喺呢個背景底下，投資者點會對新晉嘅導演、新晉嘅演員會有信心呢？咁李居明先生呢，而家就話呢，喺新光黃報度呢，就協助呢啲新晉嘅導演，咁就睇下佢點樣講心唔講金啦。不過最重要嘅目的呢，就係令到呢一班新導演啊、新劇本、新演員呢，可以有一個空間去多啲同普羅大眾去接觸，同埋呢去磨練佢哋嘅演技啊、劇本啊、橋段啊咁嗰啲嘢。正所謂大老倌成日都講嘅就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一班有經驗嘅導演呢，能夠拍出同觀眾有共鳴嘅電影呢，就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嘅。咁希望新光黃報呢個地方呢，係一個孕育我哋香港新一代電影創作人嘅地方，改變電影業。只係用一啲咧有信心嘅團隊、有信心嘅橋段、有信心嘅演員，因為呢，咁樣喺過去嚟講下，先至係最有信心揾到錢嘅。但係將來未必會係咁樣。咁就希望新光黃報呢，可以喺未來嘅電影業呢，為我哋注入一個新嘅動力。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收聽。咁希望大家都幫手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咁下次我哋再有另外一個話題嘅時候呢，就一齊多啲人討論啦。拜拜。